台湾奉茶在个发展起来的故事，就继续来看苗栗廿多年来，用的贵上网来行销苗栗凤一个品牌。苗栗凤奉茶是用作碰风茶的小叶树种，包含金线、强心太胖一道，甚至做研猛的研究的高级茶枪都拿来做奉茶。今年特定中的苗栗凤奉茶已经係賣到2萬4，還賣到冇貨。其實苗栗本單就係其中一個茶生產區，大部碰風茶和加苗栗鳳茶嘅水果要再個發展起來。上個季度後生農民回到家鄉來種茶，做一個台灣最新的鳳茶品牌。苗栗鳳會將鳳茶嘅品質帶到一定站。同样2日将摘下来茶枪，并落于6个炸弹不当风等于小水，按用茶枪将我较更元素。它在土青嘛，越土会越干嘛，就是防止它干掉。这个已经消水一段时间了。所讲土枪做到小水过程当中，爱茶枪本单出枪米或天天的模态变做香米，一边茶枪茶农反推选，爱做起发较重的碰风茶。一般来讲，部分发同全发的茶，将个变给弄糟，迄讲做唔是发的茶米，做出只实强。我就慢慢的白毫，哦，它的白毫就显现出来了。在它的走水的过程当中，哦，这个它的1星2月这个新的白毫，哦，就慢慢有转白了。佢同转拍茶墙变出来，3盘变做2盘，猛嘅速数也行长明路传嚟4台茶厂，本单2公婆喺度台北做事，反推去咩咩做茶师傅，见到一只茶建工嘅时期，就专门嚟听数，最尾就留下来嘅。我岳父也认为说，在台北我们小两口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专长，也没有什么有一个目标事业的一个打拼啊，然后。在差不多大概应该12年前，刚好春季的时候，我岳父这边非常需要人手，对，那我就跟我这个老婆讨论之后，就下来帮我岳父这样子做。那其实一开始也是由岳父这样子来辅导我，一代传一代嘛，好，我把个传下来多一下，好，啊你们上了年纪，我们要传下一啊，从本身也跟我这种是负责。工厂里面的生产，我女儿啦，我妹啦，做负责网络销售啦。刘凤年同民国52年时节，做做茶米外销生意，下向外销量少得当多，改做办法的乌龙茶，又转型做碰风茶。对反推选去接过后，刘平乡就带领4郎做茶。到去年头嘅苗栗凤茶比赛得到原则奖，今年再过3万饼，饼都系3台奖。今年的特等猫里红的特等奖啊，特等奖。那另外这个是猫里红的优质奖啊。那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经过小玉叶蝉叮咬的部分啊，做出来一样都是红茶的工序啊。可是有经过小玉叶蝉着眼的话，它会有这个白毫的一个表现。那喝起来呢，会跟一般的红茶不一样，它会有一个特殊的东方绵长的蜜香会出来。碰红茶是要日光萎凋啦，那个搅拌啦、发酵、浪青，然后到杀青，然后再揉捻，然后再烘干。那红茶做法不一样，红茶是直接萎凋，萎凋都拉管，拉管以后就揉捻，揉捻中就在发酵了。做碰风茶同风茶工无嘛共样，全发的风茶工比发较重的碰风茶简单。一摆同苗栗凤比赛，得奖比赛茶单都会拿本单做行较高级碰风茶茶枪拿来做风茶。小叶种红茶在苗栗市中的品种目前有强劲5六，有强劲太胖，还有金萱，个四季嘅，有4种品种。目前以青苔种咧，就係金萱個強勁太胖，一兩種茶。他個第二一兩種茶呢，做東方美人茶也非常好，尤其在經過小綠葉蟬叮咬過後，
也个米香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台湾红茶主要喺太阳中开喺北上市场，单单总统日潭府区内有600人公顷。台茶18号逢玉同台茶20號逢韻牽手頭，不過也按多年來，客鄉還有米系事業中也1多年以後，苗栗鳳係清新一類紅茶品牌。我们针对小叶种的茶叶，我们也开始在做一些红茶。所以最早最知名的就是花莲、台东有蜜香红茶。那这几年呢，其他地区也不遑多让，譬如说就是宜兰也发展出东山的素心红茶。那我们桃竹苗地区，桃园就是有桃印红茶。那苗栗这几年也开始有猫栗红茶。去年开始办第届苗栗红茶比赛吼，当然一开始呢，唔係千多農友來參加，但是呢也有發到39張農民，122點嘅競爭吼。今年第2屆辦呢，比賽點數呢已經升漲到160點啦，吼，62點啦，吼。就講在顯示呢，也苗栗鳳呢在市場上有消費者愛用啦，吼。苗栗市茶產業已經擘大好久嘅，5年前起始對八甲茶區天天嘅眾多轉來。苗栗農工退休先生邱慶良去年掌舵八甲苗栗鳳茶示範區，種嘅新嘅茶樹樣，按上高天年主要投標茶廠負責。本來早期喺苗栗喺量產八甲喎，最後呢，從100年家下呢，就存到120甲嘅天啲，也係慢慢嘅按多年呢。水保局啦，嗌到農會啦，嗰個產銷班呢，徹底啲嚟發展一個產業咧，也已經達到差唔多有50人甲到60甲之間。老時嘅茶，個茶區做出嚟品質相當好。你像有量嘅也得特價上菜類似茶廠，1公斤稱高價格賣到180萬元。工廠嘅類似按茶廠嘅，類似多樣嘅上漲比率，按到原價落在上搶啊，加品質真嘅凊彩做出凊彩香。做茶經驗同豐富嘅師傅楊明祖，適合成農獎嘅得主，也未同苗栗農工茶葉技術可嚴苛，寄託八甲種嘅30人年茶，肯定八甲茶區對廣建同好多物體，都有按多年要種到轉起嘅高層。尤其嘅拉嘢，77年之後準佢進入天數過後，佢行卡有信心，今年拉嘢還得到原則獎。我拉嘢準佢，學校行畢業過就做學長好多擺，我俾佢講，我進嚟學做長工好啊，佢冇問題。唔做聽，因為我卡擘個長不做偏偏，茶葉我也要記40邊，擘個我就要。以前就看阿爸阿妹做些，就看到做茶要按辛苦，做是唔想做啊。後來也出社會咗，看做長奧多擺長嘅，又想講，其實前景也還好啦。我就想講轉來做，同阿爸阿妹安尼天數做，阿爸阿妹有自家做案發的面積。唔但將拉嘅後準佢轉來天數做茶，嘅拉嘅同學羅貴陽向陽面做恩師。羅貴陽本來係同日本友好，轉到家鄉天古也愛，一心想做有機農業，每次陽面做指頭。和銅鑼山鄉種茶種出興趣，今年頭一擺去參加比賽，就得到金質獎。原來他兒子是我高中同學，那我自己也很驚訝。然後我們就互相認識。然後楊老師就是告訴我說，鼓勵我，就是要我參加比賽試試看，試試看唔敵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成績啊？那我也想說試試看。很感謝苗栗市農會。這次辦那個貓里紅茶比賽競賽，那得到了第3名金質獎。跟國陽做茶其實就有多一個伴聊啊，然後當然朋友之間也可以這樣互相那個知道茶的特性，然後來增進那製茶的技術。做安尼機緣，佢一拐一因者，大概哈所有茶具一天給去個設計咗。阿姨，我來到你這邊，我真的學到好多。工種同辛苦，羅貴陽也希望嘅拉嘢上台北潛頭路，唔過票價天來講茶葉路工種人冇再個票嘅，故所阿貴陽就當有理由轉嚟家鄉，也出得本單路茶樹，還想總價地位。
本来阿要上个兴去深头路啊，生意叫较刺眼啊，常常啊，伊讲无爱叫我做遐茶园，也就抽个茶园来整理，来好好的经营。啊，我也新业咧，就再过来种较品种无同样的茶。目前现在就是想说要更新茶园，然后想再多种植一些茶树，因为本身的面积不够，那加上想说让一些土地，有一些使用，不要荒在那里。我的未来我是想说，一步一步来，慢慢来，然后我是想说增加未来的产量，那品质也要顾到。那未来我会想走有机茶园的部分。厚度一样，厚度一样，很重要。你厚度5公分，那我就5公分，10公分就全部10公分，因为这样子它所谓的后续的发酵温度才会一样啊，好不好？金工和近代的苗农茶叶技术科学生的做室内米调，当地上课先生李占峰是得到全国优质茶倾向无良茶的冠军。佢今年此等用普分法的方式来做红茶，得到妙丽凤的金质奖。导入这个技术是最困难，可是越是困难就越是突出。所以今年其实我参赛的时候是有一点违反了规定，我是用部分发酵茶的方式去做到最后做红茶。那因为这样子是比较香比较甜，可是规定不是这样，所以呢，可能我的奖项就拿了金质奖。但是也没关系，总是要让人家知道，人家喝了就是奇怪，有一些不一样。那以消费者来讲，他接受，我们要做这件事。李占峰也按多年来用室内米调厂用机器来控制温度、湿度同风速热调，按样做的唔是在个蒙恬十分。更因为全世界茶米青岛做的红茶，做一般的红茶太简单呢。不过对普分法做稀释，爱时间、爱功夫，将做得出茶米，虽然没有花香同清甜，也无按简单，韩国也做係妙丽凤的未来。乌龙茶是多麻烦了。有人爱热调晒，有人唔爱热调晒，有人爱晾，有人唔爱晾。啊，不管样啊讲，就做做花香，做花香的茶，这样来用脱的，用红茶脱的，脱到时间啦，看到什么，你做红茶用地，看到一茶好咧，脱到辣咧，你这样来必开始发酵，发到某个程度，佢水果味花香走出来，个茶色彩比一般的精致的茶就香味。其实红茶已经做好几年了，只是没有拿来做一个推广。对，那未来呢？这是今年像陆陆续续我也听到民间也有办一些全国性的一个红茶比赛，所以这个红茶在市场的导向是慢慢是往红茶走的。有很多青年的苗栗的茶农都非常有信心来做这一块红茶的部分。在一百比赛中来提升，就有茶农的一个制茶师傅的一个制茶水准，有一个愿望啦，就讲在未来几年小叶种毛里红的小叶种红茶能够成为台湾地区呢最顶端的一个红茶。红茶进入建市行，没想到后生农民想落成去做。苗栗市农会希望苗栗凤係事業中紅茶一等站嘅品牌。農會茶改廠對品種改良做稀釋，要同日月潭山區合作，開發做出全世界頭一個紅茶風味輪，來做販賣品味紅茶標準。針對水色、風味跟滋味去做一個風味輪，那這個風味輪就作為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的一個溝通，大家可以確定，就是日月潭的紅茶它的品質是如何，那這樣子一個風味輪就對於推廣是非常有效果的。茶園的管理，然後品種的開發，當然也管理太重要嘅。各兩種開發的品種，一樣嘅做出來茶會香。冇去做嘛，人家做綠茶做其他，因為太簡單的東西太假過，唔可以做到會難度下高嘅，知冇？你唔可以要求唔可以去啊。通風茶按多年來經賣經學家係認真操研猛嘅，研究一線兩野茶廠模多，韓國做到當功夫，也苗栗鳳想像通風茶用嘅，也做愛用製茶同高級茶廠來做紅茶。按用金生日10到100做調到苗栗鳳。